落嚟我哋係15號選手陳文俊先生用背脊唱情歌啊！請大家好，我係15號選手陳文俊，用背脊唱情歌，希望大家中意。呢兩個名都一樣嘅人。我嚟自啊，我係真係唱情歌啊，我想唱歌啦。麻煩各位都不望我。望住我怎麼敢去唱情歌？然而我想緊今日來流露，我清楚聽完的人請你不信，但唱得全唱正，其實老人並不傻，都猜中我為你捱盡折磨。眼淚若然多，用背脊唱情歌，難道從後腦可以望穿我心裏痛什麼？直面着全我這走的步驟，別來督破，願這歌悲到一轉輩人間都忘掉我。怎樣愛？但是昨的戀歌也算精彩，忘掉到真相戀後償還10倍悲哀，終於一個人站在舞台，願這歌留痕跡，為何二人沒將來？歌這痛了人們還在喝彩，眼淚若然多，用背脊唱情歌，難道從後腦可以望穿我心裏痛什麼？直面着全我這走的高走，別來督破，願這歌悲到一轉輩人間都忘掉我，尚有沉重的幾句，非要唱不可。世事沒如果，別再記盼如果，明明放低的你，輕易唱新歌。我想縱如此。多謝你嘅演出啊！我想問你點解揀首咁冷門嘅歌出嚟唱咧？因為呢首係我近期最中意嘅一首歌。都好好聽啊！多謝多謝。多謝你嘅演出，多謝。